起来了。想当初林王两家亲红喜，指望是青春夫妻到8年。有才子临门不应家道边，老父吞在一边前，他一心要探就是婚姻，我女儿家的心事向谁言？总算我当前真过好几位，我转就高起8比，真乃是杀上拍山空飞离，我自里暗淡心事结。小姐呀，你天大的心思抛一边。小姐看五彩风筝挂半天，像风筝谁能飞向永小姐？引动那与鸟方便，一孤儿关山千里山高飞，一孤儿背上心与神情。断线了，小姐，我们何不也放弃风筝，玩上一回？我上街坊去买。哎，这有什么好玩？哎，快去！小姐，我们还是先去当一位取钱吧。哎，小姐。生穷还是不色雨，风筝断线随风飞。
正义更的道理，把话修得家得地。这衙门好像是些成绩。哦，我生在王家花园里，莫非是那千金就是我王氏妻？哎呀，杏花子落下的。小姐最好。下去岂不轻易？心中下半棋。雪川地下何闻？是一只暖人的孩子。啊，还不快对顾一旁？是。咦，这只孩子好生面熟。哦，拿来我看。假面虽然雨花龙，分明是我亲手缝。实际已送临相公，为我落在花园中。莫非是写成为人到邻家，私下送去小事工？写成，小姐，我来问你，小姐何事？自从你进得府来，小姐待你如何？被下等人款待，尽是姐妹。小姐实有差气，谢臣不管怠慢。那日我命你前往林家，你可曾去过？小姐吩咐哪管不去？送去哪几样东西？衣帽一套，鞋子一双。教育何人？林家相公林公子林姑爷呀！哼，还不与我跪下？快，此事何办？哎呀，小姐，你错怪人了。哎呀，西城是哪有人？哪里来的野小子，尽管如此踏荡！薛城大姐，小生就是林兆德呀。林兆德。原来是林家姑爷。咦，你这位爬在是啥？快下来吧。哦。姑爷，我家小姐在此。小姐，小生这厢有礼了。小姐，姑爷他向你见礼了。
姐，你怎么不讲话呀？未婚夫妻初相逢，女娃不知所从。只见他一身穿戴是我送，我心中喜梨花红啊！姑爷，你怎么也不讲话呀？未婚夫妻巧相逢，有话不知所从。一阵春风走月老，我此生又是在梦中。金彩满满无言中，小姐呀，你常为婚事心悲痛，今日里怎可相待诉苦中？姑爷呀，小姐不言你贫穷，今日里何不相待诉苦中？小春，哎呀，小姐呀，我知道是故花的把草生，妇女都是势利人。那天西城送雨来，方知小姐一片心啊。与你两家早离异，我千金愿是你邻家人，送伊做十分难事，相公牛鞭挂在心。牡丹猎鹰高万把，提起婚事我怒气生。当年邻家门第夫，你父是愿结成亲。自从我身亡故，又遭大火烧家门，母子茅山去生，家贫挑水过光阴啊。那一日天荒桥边翁婿回，路上人人都谈人，说什么天不平地不平啊，关天落雨关天晴，女婿家访挑水妹，要不骑马来又乘，他回家找来我
娘亲，陛下太师要拉婚，把子哈子给收银，从此两家人断了亲。相公啊，老夫才听拉了会，后堂传我攀高起，我今日呀不作声，将婚事事的三分分。哦，原来是此啊！琳琅啊，此地不能上，但能与人常见是非身，我心头只话多讲明，你回家禀告老娘亲。就算你期望千金，不是欺贫夫人。琳琅啊，挑水生呀苦，烦分。你本着世生难担人，我有心赠你今后年，此事不必上楼迎。你今夜三更到辕门，我300两黄金交谁称？他手为傲门前灯。他一般月恨生不清，这次警察做凭证。小姐的升官，300两黄金我不管理。有了心，有了你，你安心进到不光阴。一旦用归得功名，那是在地就是婚。摘菜花轿到门前，高头大马骑郎君，彩彩当当上大天，不怕老夫不答应。小姐美意，小生领会。今夜三更，就不商量。谢称小姐送姑爷。是。姑爷，请。
冒充林姑爷，怕他身手要凭证，我秋月房中偷金钗，待等黄金到了手，御前逍遥多是才，多是才。3个已经，万万不见谢城到来。那帮游人来了，待我多在一旁看过明白。黄金山不大在身，一路冒哈向前迎，结下父子方得亲，只怕惊动府众人。今日里送了过一声把金，但愿他几日花轿到他庭，小姐婚事成了心，结成心中也高兴啊！姑爷，你在哪里呀？谢城，你在哪里啊？谢城，你快叫王进接我！咦，我有声音，不叫林家姑爷。谢城，你快叫王进接我啊！姑爷，你快叫警察接我。哪去？相姑爷不是你缺男子，哪来的许多的胡须？你究竟是何人？我不是林家姑爷啊，你还听不出来吗？你是王府快马的张。这边站！大当王为吴乱营，尽管亡命去王京。我告诉老爷，得知今将你捆绑到官厅，到官厅。哎呀，此事八路了不成，身为大罪要进衙门，倒不是也不做来二不许，身边不到杀谢城。谢城，我将王金还敬于你，只求你此日千万莫高升。想王金本是思乡人，转样出去王明生，拿来拿去。谢城，谢城，3个以前，我是此日举罪，反而引起你心，倒不是将王金告到朝御花园马棚之养，等封闭狼藉，贼罪不辞。在门口上天涯。
城在何方？西城大贼，西城大贼。哎呦！哎呦！雪城，雪城，咻！哎呀！前世手魂飞魄散，我心胆惊。凭空迎来何一场？白天小贼请降呀，为何西城死地上？此地千万留不得，陪人长今要受冤枉。我急急忙忙出冤情。心慌意乱为家宝，娘亲开门，娘亲开门，娘亲开门呐！要来了。我儿死出门，老娘心不宁。哎呀儿啊，夜半三更，你到哪里去？娘，快把这门关上！怎么？你满身是血？娘，大事不好了！他死了！死了？金在儿在叫我放风筝游戏，花园巧女王府千金，他爷儿夜半三更想着黄金三把，谁儿怕娘亲不肯放映过儿私自出门，谁知到了花园拍手群夫求为姻啊！那时候天上月黑无光，孩儿就摸进园去，谁知就下弯到跌在地上，跌得也快呐！娘啊！西城娘我浑身鲜血死在地上！听此言来，魂怕响，神明关天真得了，王臣老者心坚定，此内终于蹊跷，必是与同类死夺家，自杀丫鬟杀全堂。儿啊，娘，你不禁为娘哭劝丧，对我泼妇何是长？娘，王不进的房内把生意玩下，是子，我等下做到安亲堂，有得上天保佑不当。走！王府出人命，凶犯傅仲英，衙门有令下，此处来处分。对，薛素英，开门！
来了。娘，喂，我来问你，皇上说是王府押队。这兄弟，看他神色慌张，言语自无，便是凶犯。谁？公爷，门上立下血水令，要向地来犯不能。我儿因为手断正，公爷不可冤枉神。哈哈，兄弟，你来快！娘，这血衣，积血水印，血衣再作证，平日杀人犯。下进衙门。走呀，公爷，公爷，哎呀，娘，儿啦，儿啦，娘，儿啦。妹妹西宫风娘娘当朝国君有为我，保证成走去放粮，抬棺开封，走大堂。找得叩见大神。他本领找的，你为我深夜闯进王家花园，杀死丫头谢成。大人，小臣是冤枉的呀。门上有血水印为证，内王有谁插血一剑，你外观地来。大人，小臣有下情上禀。叫是。令我两家本要强，找得与小姐张丽英。这位今年我家病，那王城司里要拉婚人。那天我家为放风筝，花园里瞧你望千金，小姐不忘夫妻情。他约我去年在山根，我夜半莫黑，进院门不知何人杀心肠。跌倒时让惊在心，浑身鲜血热已经。慌乱匆忙回家迎娘，敲门昨夜血手印，句句言语都是真。万望大人伸冤情，一派无言，有我平生。常与小姐亲水所证，今才一知。今才也在何处？站在小生的身边。上来。禀大人，方才在王家花园查案之时，也识得警察一字。哦，此边有警察在，写成分明是你，哪里弄来假警察？此道不正犯大罪。凭空正来上精彩。
将军劝。当时君我是对落马，是遭你走得有走无走，哎呀，武功可走啊！来，分把下去，这打死这打，搬！哎呀，大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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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妹在名声万岁，因而有了替死鬼。老爷命我宋长子放他担子，攻他来。你敢乱闯公道？奉我家王成老爷之命前来送葬。当下等哎。是。禀大人，王成常人前来送葬。哦，想那王成乃是本城岁父，此案插在他家，看他死后当地在他上堂。是。上堂。接过谢大人。上来。当开堂子看分明，恰是李丹送上门，家子保金无名，孝敬国舅谢他人。自为忠心杀西城，奴才民才不清，万邦公堂此人，早日此战早生情。王成公在礼上门，我这里人世太尊，终身情。为家禀告你家老爷，94场只收到谢大人是为宾公而对。是。李旦大同谢操心，发话逍遥，英雄神。带凶犯，带凶犯。等我一年。
写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使你天堂开荤，华恩在心。故而也本身跟苍井花园杀死丫头写成。他人请慢。你身为百姓父母之官，做完圣道，就该用百姓讲个明白，杀个清楚，躺着定罪，死而无冤。呀，是。小生本是道是悲，佛迹无力真杀。哎，你姓乔，杀歹不听。平生因为素端正，左右相邻空问来。实杀人为了财，我家中可有杂人在？不是小姐要我来，一般正为院门开。生命不是儿戏事，大人啊！你身着开封要明察秋毫，为黎民生官做自在。自开！学艺受应，不争取财，你尽管强骗，再不作声，难免必杀在口。冤枉难走啊！永听。听用意，我心胆惊，问杀死生怎能忍？今日里。我早上口供，谁是伤害？不招只怕也命难成。走的走死不走。大人，我们走了。哦，老公，手上笔重起军，让儿子到此给问。协操周到3年军。两帮呀哟，是杀人，不应作为当下人，要想救生万不能。哎呀，大人！哎呀，大人！下去！哎呀，大人！呀！
曾记得那日夫妻花园围，压的三更去凝泪，有谁知雪城凭空照山海，琳琅月生繁盛。恨的是闺中女儿难出位，公堂无法去这对，我恳求老母早自在，他却是张龙照样不理睬。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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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哟，何事惊慌？不好了！姑爷身犯杀人罪，老爷是一分儿里天涯内，传家世宝金富平，昔日继承父姊妹，王臣奉亲是故事。府兵地下可明白，血草谁会乱盘缠？去哟，你在镇家。今日里父子三坑要分战。啊，小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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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来，小姐醒来。凭空惊闻雄心来，万字乱骑穿胸围，血草啊血草！也不为良民伸冤情，贪赃枉法他不给。弟弟，妇道上妻不认字，你心比沙狼太凶残。阿琳琅指望远近能生情，夫妻怎能从相为？谁知今天撇离相，生离死别，两分开。
去哟，你快去准备相烛之前，我要到法场祭父。此事只怕老爷不许。事到如今，他也顾我不得，去吧。法场高堂诉冤情呐。去匆匆跨步迎家，顾不得饥饿难忍啊！衙门口，唉，恨的是冤账转过多少岁，世间清官哪里有？方才清代人传，说道是包大人放粮为朝贼，我头顶冤藏拦轿听得意思，将儿拉去。哎呦，你这个老人家好不小心，怎么将我家小姐撞倒在地？哎，去哟，快将这老人家扶起。
老身有事在身，匆忙赶路，长道小姐多有得罪。是我赶路匆忙，将老人家长倒在地，望不见挂，却要快在我官王发账。小姐，请留步。哎呀，丞相有事，女我多讲。小姐，你身穿孝服，前往发账，不知受计后甚？这免不相识，与你何关？唉，今日发账暂缓，乃是我儿受的，故儿相分呐。原来万事不补，媳妇有理。岂有见过老夫人？你口称伯伯，你莫非就是王氏千金？正是媳妇。小心，一见奸人怒气生，你妇女传统伤良心，退了婚约不把许万用到尽。老夫人，你错怪我家小姐了。伯伯，媳妇有满腹殷勤，待我将喜禀告。你不肯守信张玉京，花言巧语谁相信？人家高堂要竞争，哪有功夫讲话听？啥是长子高得正，深情愿往后长生。算分明讲公正，妇女要做刀下人。啥是长子高不正，远征海底二送云，老身中断。拒见啊！伯伯，
此手听着，只需亲身祭奠，不准夜深见望。但等服侍三刻一到，好，虎山生生对落地。大人开恩，用亲身祭奠。一个乱唱发让，我家小姐王氏千金，前来祭奠姑爷。君知我心，谁知也为不天亮。琳琅啊，什么妇女同眉头，心肠不记得送一送啊到门前。我啥要领报琵琶比家郎，又比花园香一人明亮。不是夫妻关同
老爷府里那开房，他抛头露面，刀法神秘，字字对对不明当。听罢已，仔细想，小姐却是真心肠。当初寄送你呀，与花园相呀证明了，他无情怎为身穿孝，害我于何必刀法仗放在冲帐情原谅，临死之人话荒唐，你对我情深。永难忘，我临死埋头是山岗。第一章我是难马场，求你迈开不关放。第二章我是留下不放娘。望你照顾能怎样？第三章我是你莫再为我太悲伤，愿你嫁个是新郎。啊，林
君心意都白驹，夜里老白在居里，琳琅啊，你生儿子莫但愿，麻烦步步我万里银钩头白驹，我连句道理都尽口，小姐呀，你是此言的是少有，找得关键在心头。夫君在营二白驹，双手发抖菊花楼，琳琅啊，你我谁像只半白驹，难配夫妻到头。万里银钩二白驹，聚少离多我眼下儿，小姐
姐呀，今生无缘再聚首，但愿来世再配佳女耳边听得儿身旁，无事即刻就来到。只见那刽子手一旁在讲道，好待我三位老婆费用相领啊！小心，好好影响儿孙，快将妻犯接公爷去吧。我心事家里事少，他听耳边三声旁。琳琅啊，但等你吃饭一下儿，再要相逢见不到。天边火霜光放晴，飞沙走石惊乱草啊！天哪，莫非你也自领了谁冤枉？那为我天下无公道啊！此曾讲道，会有法杖挽留严绳，几点未必，正在吃饭。快去催来。大人有令，司正讲到，几点完毕，速立法杖。刽子手三声才讲，我这里心惊肉跳。狂风起，飞沙走石，倒不是杀手惯犯，土衣诗人满开刀。快去！领了。呸！临死万岁爹妈，你狠心让杀手加班的！传令啦，切莫怒恼，为其有苦中相告。一万万顷刻下雨，有啥说别干别挑，只因为法杖不占7万人，我夫妻啊多见一面。也是好。小姐呀，你一片苦心，我错怪，青史早得万
理完毕。为何这趟事前前去看来？是射手办案，并踏上这一女子射手办案拖延时辰。哦，他带女子将他轰了出去。且慢！小女子婉玉一纸祭文尚未读过，休得啰嗦。是不让我读过祭文，我死也不离法杖。用他也读，由你去读。往事切记，生计琳琅早得哟，两家与你定亲，指望结老上村。西陵门里年罢了，挂王家杀几行人，门无预备，兵符不等。老吴司里刘相会也太昏，切身尽忠，仗势继入夫君。珍惜铁丝两记，花园见面相一神经。谁知兵空王屋，血成白纱，谁愿难生？而今你跑了清兵司机，离了白发娘亲，可怜我为披甲衣，先穿小裙，哪来东房新婚之乐，必有法杖自比自己。无负琳琅，君子远杀人大海，永难分明。且自然天上的居，无事苦尽。快也三王天有业务，苦不有灵，叫一声王天有儿无何不自问？催他快些，快些！无父官府之人心归，王法无有分寸。今不知年营别公安，不知三考六问，却当人早欲看难分，法杖判斩。气氛分明是名媛叫缺，来呀，轰了出去！是，市长一到，名炮开了刀，刀下留神。
生有令，雷下上万，谁管为抗？先斩监斩官，二斩刽子手，一起同策。兵大人、包大人有令，雷下上万，谁管为抗？现在监斩官会将刽子手一起同策。保证有情。曾在方良归来，谢朝因见长在满，功在身，有色愿而谢王卿是哪里话来？包大生不当头为父，官到法场，巧为何情？保证真要为呀！如与老夫人为孩儿告状，滥交胡冤，故后官到法场前来问讯。此案谢朝早已审定，今日5时3刻出营，请包大生不必费心。法场判罪，与后评证。身上血印，门上手印。今日出战，可有引部相问？这个，堂堂国君斩一个无名小子，还有什么强问？王卿啊，王卿！有他神命关天，今日出战，你无有相问，分明藐视国法，无害良民。保证啊，保证！你吵闹法场，扰乱民心，戏弄王卿，该当何罪？
重生为黎明。他的肚子腹不行。来，带领赵德上堂。青天大圣，冤枉啊！领赵德，你既事成冤枉，就将此经书来。大人用兵。王城司令要拉婚人，那天我叫为放风筝，花园里瞧你望取景，小举不忘夫妻情。他要我去宁这山根，我也不莫哈进院门，不知无人杀谁成。的当时让今日谁闻声喜说着一句，慌乱匆忙为家营啊，敲门坐让是手印，句句言语都是真，万望大人深愿听。既是冤枉，当初为何挖功造成？这因为公党不用我生命，西当时日最用意。如狼是否必得尽？问啥是生真能人？可怜我一无凶器而无证，却当真朝廷罪名。嘿，学艺已经做定分，门上还有些手艺。学技本事转上身，怎能一口就要定？像是英雄的人，一面之词难作证，来，动荡再问往前进，往前进，上堂。往前进，接过包大人。往前进，当下身外，你可认得？是我未婚丈夫林兆德。往前进，我来问你：三月初三夜三更，你可曾想呀找得去忘记？听说林家多贫困，曾经聊表夫妻情。莫言花园繁盛名，你在归
永大营。更愿老夫向那回，太上落尽心胸黑。一分二里进衙门，有保证在此，你担他将来。送与不惧谁大人，专家自保金不必，王参风景西翻译，西草社会乱破音，只落得在上家人冤难伸。长龙，哎，各举府中去搜寻。去来！再观军东无往情，堂上凡人不去问，节外生子太苦闷。血草一帮发了恨，当真去为去往情，是往情。堂上急于看功臣，去给府中去搜寻，残情委屈西往情，查问未来求分明。告辞，且慢，哪里去？回府。此外尚未有定论，一残妾他当此上一旁去。往前进，今日花园压人进，苦与何文做凭证。他一把约翰三不清，警察一字将他来。回来警察哪里去？落在士兵是的真。大人啊，我那夜三更去望京，花园早是消息称，警察并不落下的，藏在身边专家们，几笔丢失何处放？劫翻身当向上走。既然警察与儿子，此中平日有一门。往前进，你且身来，那只警察是你所成。明早的，你且身来，那只警察是你所得。二人都将一查成，苦见所涉是真情。这次查儿从，那次查儿去，亲的查儿家，从的查儿真。明早的警察记在身，思
夫妻这子所钟情，哪管隔江欲听，今日花园压成金，今日情必定是王家的臣。曹虎在，前往王家查问，晚在3月初3之夜经过花园，与凶杀孽女者都带上堂来。是。临早的残夜下界，望千金堂下后事。专家自报金木兵，请大圣顾莫。哦，望春风起，谢苍，你晚雨后话可讲。临走的花园杀了人，离开佛堂此事应。王臣送我金无兵，礼让王留在民。报对，你是慈爱有冤情，我问你，长兄仇人，叫他长兄爱生情，万把事情说大人，叫不出长兄是何人，你冒犯我国君才不听，告辞。哪里去？不出王天，就本身上。好，好，好！深情远情在间距，到那时，则怕你团长王法难逃逸。禀大圣，王夫人已上班带到。带上堂来。是。上堂。公堂传话，心胆惊，去问从弟有旅程。结果报他人，何事保密？晚去哟，马夫长陪战。 3月初3之夜，你们去的花园为了何事？大圣，为谢承基同是小姐贴身养玩，那夜3更时分，不见谢承基回来，奉小姐之命前往花园找寻，谁知他已被杀死在地。你呢？小人乃是王家马夫，夜间住在花园茫茫之内。所做何事？得草为马，得草为马。这里有警察一字，你们谁可认得？此是后人之问。小人不知。 哎呀，大圣，这是警察，是我对射的。何时对射？数月以前。哪月哪天？记不清楚了。对射之间，可与人前来接过。夫人。可与人前来问过。叶夫人。哎呀，大圣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张佩山走来问过。他问你什么？我这警察灵巧的很，就问他是哪里买的。 后来警察局不知去向，是他见过警察，却退色不胜。既为做坏事，又何必心虚？都张佩赞，你花园偷听，弃了道行，
家差一字，偏去忘境，是否真想杀死亲生？今日堂上你万不造成。包大人，都是你为官清正、铁面无私，怎么无名无证地冤屈良民？走啊！凶手因上难作证，一直警察岂可为凭？是啊，小人怎会做此凶杀之事？还望包大人明察。包大人，你看外能上犯多一道气，还是难找出真凶，写查倒有个主意才此。你到将来，外能上犯多一道气，这是外少一生，值得此生上堂，找出真凶，以示反照。后事谢成。哎嘿，生死怎能完婚？哼，天案何必再生？西草地气小些尘，多与挖苦下暴政，灵机一动妙计深，哪怕凶犯多造成。将审犯分解拘押，明日再审。是。什么？此案尚未听任，希望请参律开封。报喜，请往前进后堂问话，扶儿过来。张备在，金子大官，张备在，听说此案明日就可申请，就没有你的事了。明日就能申请此案。包大人英明果断，明日破案，你就可出去了。明日破案，明日出去。
张妹子，听你的口音好生耳熟。你是哪里人士？河南陈州。哦，这就难怪，原来你我是同乡。金丝大哥，你也是河南人士啊？你是陈州哪里？陈州南乡张家庄。哎呀，越发的巧了，我的老家也在陈州南乡。克地与同乡。金丝大哥，这些人家小弟大哥里里哇哇还望照应。莫非大哥也说？大哥，带我去古稀酒来饮上几杯。这邻居啊，怕不方便吧？满上不满下，只要遇见花，什么都不怕啊！想不到在这里我还能碰到一个同乡，真是凑巧。放在他身，明日就能生情此爱。难道我的营中已被扒露？不为的，此事根本无人知道。待我被他隐居，团听口风。金丝大哥，请坐，请坐。来，我们来饮上几杯。好，请。今日我心中高兴，我们来一个不醉不休。好，不醉不休。请。金丝大哥，再来一杯。好，干杯。金丝大哥，放在你身，明日就能生情此爱，但不知无凭无证的是何端的。我他是为民天下传，本是神仙下万载，他自从开封做了官，胜过多少斧头案。麻花娘子从外问，神剑远近他要管，离他而手却18年。宫中奇案他能断，一断呀断一，身份贵问也有权。只要将血尘打上堂，杀人的凶手乃隐瞒。张大哥，就到废了。大哥，请。张大哥，你在想什么？没想。来，我们再来几杯。请。张大哥，再来几杯。不能再喝了。来，我们来一个不醉不休。大哥。我们再来几杯。张大哥，带我再去古稀酒来饮上几杯。不用了。听说保证养生一关，我提醒。
凶水不肯真进江，我伴这些城归文呀，偏得儿子开封路。护卫琳琅甚冤枉。你狠心肠，这些很新计划，身上一身旧模样，恰为我披对散发真名相，真名相。可记得3月3夜三更，祈祷秦王进城，杀些陈一民亡，吓得受你上天了。谢太君，听我讲，那衙里无法想，你高声还要欺我呀！我不杀你就难下场，难下场！杀人就该明来场，我包公面前伸冤枉，伸冤枉啊！王大军能快放，我就问你也不放。300王金哪里藏？把我背儿地下放，西城面前难撒谎3月起别千刀万剐，接你王，接你王！这子啊，你没在人心不良，爱得我夫妻好凄凉。他受尽牢狱苦折磨，我抛头露面几发长。煞非来了包大人，冤人海底无此讲，我咬牙切齿将这当。我这，你看我是何人？小弟，长辈在，你找得好。张培在，你万不将谋杀西城之事从热招来，小人不知。来去过笔录。是。谢承基，听我讲，那衙里无法想，你高声还要欺我呀！我不杀你就难下场。来，太过不正。是。王金山把凶刀一把，张培在。基于请看守将笔录，与兄道张进为证，你万语后话。瓦工上来。瓦工。张培在谋在黑明，家我于身，才给万事，帮出错斩。谢草，想不到这件无头逆案已于水落石出，令遭得真是冤枉。张备战恰是真凶，你万语何话？这才外既非真凶，手里就是团长，出走。谢草推官开封，不理民怨，团长枉法，乱加审判，去掉官队，
发配边关从军。哎，退赃偏于得罪人，望请发配去从军。传令早的母子往前进上道。领早的母子往前进上堂。事情安静一密，令早的无罪释放，望金山把原文领位，母子团圆，为家指定良辰吉日与王家千军联谊。谢大人，赢得青天报大人，发上四酒得终身，万难夫妻两成欢。我的女儿一